出現自殺念頭嘅人，往往會呈現一啲自殺徵兆，而呢啲徵兆可能係佢哋需要幫助嘅信號。透過認識呢啲徵兆，認真同埋妥善咁處理相關嘅危機，我哋就能夠協助當事人預防自殺。自殺嘅常見警號，我哋可以提高警覺，留意以下嘅徵兆。喺情緒同思想警號方面，我哋可以留意當事人嘅言語同非言語表達，例如有冇出現情緒持續低落、不安或容易激動，對周圍嘅事物失去興趣，不斷自責，例如重複表示自己冇用或負累他人，覺得冇生存意義，對將來感到冇希望，又或者喺言語或文字上直接或間接表達自殺念頭，例如我想死，世界冇咗我會好啲。喺行為警號方面，我哋都可以留意當事人嘅行為有冇明顯改變，例如食慾同睡眠明顯增多或減少，減少同人接觸或社交退縮，濫用藥物或酗酒，出現一啲冒險或唔尋常嘅行為，例如開快車、巨額投資或者變得揮霍，主動談及或喺社交媒體留言，暗示死亡或自殺，喺網上瀏覽有關死亡或自殺嘅方法或地點，預備自殺工具，例如繩、炭或大量藥物，將心愛或重要嘅物品，例如珠寶、保險箱鎖匙或樓契交俾信任嘅人，同親友道別同埋安排身後事。當察覺到以上徵兆，我哋可以用以下嘅方法嚟協助當事人預防同處理自殺危機。一、主動溝通，例如同佢多啲溝通，表達關心，耐心聆聽佢嘅傾訴，等佢有機會抒發情緒同表達需要，身邊嘅人先能夠協助佢解決問題同提供支援。二、減低潛在風險同建立保護環境，例如減少當事人獨處嘅機會，避免佢濫用藥物同酗酒，同埋避免俾佢持有或攞到具殺傷力嘅物品。三、尋求專業人士協助，例如鼓勵當事人盡快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，如情況緊急可致電999或陪同當事人前往急症室求助。四、持續關懷，我哋可以打電話問候或發短信俾當事人，去表達關心同鼓勵。自殺危機過後，仍然持續關懷佢。我哋亦都可以協助佢安排覆診或陪佢接受治療，又或者協調當事人嘅親友同社區支援服務，持續咁關心佢。五、提供實際同資訊性支持，我哋可以協助當事人解決困難，處理壓力來源，或提供實際嘅幫助，例如提供經濟支持同承擔照顧工作，向佢提供預防自殺嘅緊急求助方法、情緒支援熱線同社區資源，又或者協助佢將相關嘅資料下載到手機，方便佢喺有需要嘅時候使用。喺預防同處理自殺危機方面，
親友同社區支援服務嘅協助係非常有用同重要㗎。